男子公開組800米欄決賽即將開始。值得留意嘅係第4、第5線度，我哋中國香港田徑隊嘅運動員張雲峰同埋廖曉朗。咁啊，順利起步。咁啊，見到而家稍稍領先嘅咧係隔離韓國嘅金慶泰啊，睇下張雲峰同廖曉朗可唔可以追翻上去啦？哇！咦，有可能真係要睇睇壓線先知啦。就咁睇落咧，好似係追翻上去嘅，咁但係要睇翻呢個電腦嘅拉線啊、壓線呢，先至知道到底係張雲峰衝線先啦，定係金慶泰衝線先啦。冇錯，好接近啊！剛才第3線、第4線同第5線嘅運動員呢，衝線時間都相當之接近。陣間你要睇翻慢鏡，我哋而家先睇下鏡頭嘅慢鏡。咁啊，起步呢，其實金慶泰快少少啊。咁啊，見到頭先隔離線呢，南華會嘅梁偉君呢，復親希望佢冇乜大礙啊。咁啊，見到張雲峰呢，同埋廖曉朗呢度已經追翻上去啦。哇！就睇翻慢鏡都覺得好似係同時間衝線啊！咁啊，時間係13秒87，咁啊，最後要等一等電腦出嚟嘅結果啦。好接近啊，水平相當之接近，好似幾乎係3位同時衝線咁。咁啊，相當之精彩嘅一場800米欄決賽。呢個時候呢，見到工作人員呢出咗啦，成績第一名係張雲峰，嚟自中國香港田徑隊，時間係13秒88啊。咁啊，第二名到底係金慶泰定係？第二名出咗嚟係廖曉朗啊，時間都係13秒88，咁即係要鬥到去呢一個嘅百分秒或者千分秒啦。因為其實頭先眼望咧，真係好似臨尾追翻上嚟，同埋佢哋咧壓線嘅個頭咧，好似係前少少咁嘅。咁啊，第三名咧就係嚟自韓國嘅金慶泰，時間係13秒89。睇翻頭3名衝線嘅運動員咧，成績都係相當之接近。